個禮拜咧請嚟漢方智慧中醫診所嘅何慧欣醫師，講係一個咧先兆流產嘅問題。呢個咧真係要好小心處理。何醫師你好，你好，係啊。咁我哋譬如我哋講緊先兆流產咧，即係講緊懷孕嘅初期啦，好似有啲作小產嘅感覺喎，可能有機會出血啦，或者有啲肚痛嘅情況啊咁。咁好多媽媽都會問㗎，即係其實咧喺咁嘅情況咧，第一件事梗係安胎㗎啦。喺你嘅即係建議裏面咧，有咩情況下咧真係可以嗱揾中醫安胎？又或者咩情況下咧，其實咧中醫都未必幫到手㗎咧。首先咧，如果真係出現咗先兆流產嘅情況咧，我哋都叫建議咧，媽媽咧暫停晒所有日常嘅工作啦，咁注意充分嘅休息同埋臥床嘅。咁之後咧，可能就求診翻咧佢本身睇開嘅婦科或者婦產科啦。咁如果可能咧，醫生咧冇額外處方啲任何藥物，佢又想安胎嘅話咧，就可以求診我哋註冊中醫師啊。咁啊，中醫師呢個時候可以幫到手啦。嗱，其實咧，譬如喺你嘅臨床上面啦，如果譬如我哋講用中藥嘅方法咧，係咪其實大部分咧都可以解決得到即係嗰個陀得唔穩嘅情況嘅？咁就要睇翻咧本身係因為咩情況咧而引起先兆流產啦。好多時咧，如果係因為真係胎源不固啦，咁西醫現代角度咧就講話佢嘅胚胎嘅染色體問題嘅話咧，咁可能咧呢個就真係不能夠逆轉嘅。即係個胎嘅結構嘅本身問題。冇錯。但係如果咧只係媽媽個體質引起嘅問題咧，例如可能佢氣血虛弱啊，又或者係腎虛啊，又或者係一啲特殊嘅情況，可能係緊張啊，或者心情暴露引起嘅流產咧，好多時咧用中藥可以適當咁調理翻㗎喎。咁所以咧，首先都係去西醫嗰度做一個嘅初步嘅檢查啦，係啦。咁跟住咧就再諮詢中醫師，咁由中醫師決定呢個情況下咧係咪可以中藥幫到手嘅？冇錯。好，唔該晒你何醫師。唔好客氣。